激光这边其实就是，用一块铜板把它给剪开，剪开之后打成型，打成型呢，跟着用几个零件呢，就打成不同的零件之后呢，把它焊接，焊接完之后把它磨好了，就基本上就差不多了，因为我做了这么这10几年，我也收了很多旧的东西回来，就老西关一直在用的一些器皿，其实工艺很简单。没什么大不了，因为你要记得，它就是民用的东西，很简单的一些工艺。就我爸那个年代呢，是做那个街坊的生意啊，跟着我接手的时候，我觉得街坊生意的市场太窄了，所以我开发了一些比较可爱特别的一些东西来吸引这个70后、80后的市场，包括喝茶的茶具，包括送礼的一些小礼品。不同的锤子，它出来的机理是不一样的，没有太正规的东西，玩嘛，我做了13年铜，我天天都是玩而已了。最右边的鸵鸟蛋、鸸鹋蛋、鹅蛋、鸭蛋、鸡蛋、乌鸡蛋、鸽子蛋、乌龟蛋、鹌鹑蛋，人们的感觉中它非常脆弱，但在我们蛋雕艺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呢，蛋壳并不是那么脆弱，如果不是人为的损坏，它还是比较坚挺的。一枚红蛋实际它有4个层次，那么最外边的表层呢是红颜色的，那么用刀刮掉一层呢，它就是粉色的，再刮掉一层就是淡粉的，最后一层呢是白色的。那么白色呢可以把所有的粉刮掉，像白瓷一样洁白。蛋壳为什么很有魅力？我个人认为因为蛋壳呢就是材质小，但是小蛋壳大世界，它的艺术表现形式非常丰富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书法，就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可以体现在一枚小蛋壳上。